다, 음, 화마들이야 아주 그 군시에서 패배 부가 초를 무채랑 那么首先，波卡仁波切还有堪布东有仁波切为主的所有堪布主古，还有所有的僧众们，就边境法会上的所有僧众们，还有透过这个网络观看还有听法的所有法友们。那首先问候各位大家好。那么今天就像前天课程提到的，那么会简单的为各位概说一下这个古代易经的这个程序还有方法。那为什么要做这方面的一些介绍呢？那么因为我们说现在我们能够读到这么多的这些佛经还有这些经典论点，我们能够很轻易的就读到这些经典，其实都是因为过去的这些大师们这些义师们他们那么努力的辛苦的翻译他们的这些付出，才让我们能够读到这些经典。所以我想要介绍一下。另一方面来说同时我们要知道经典的翻译它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并不是说只是你懂得另外一种语言就可以轻易进行的工作，还需要非常多条件的具备。而且在这个整个翻译的过程当中，是需要非常整个过程是需要非常谨慎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的。就我个人来说吧，在这过去几年当中，也做过一些零星的这些经典的翻译。但是呢，当我看到也知道这些过去的这些大德们他们是如何翻译之后，真是觉得自己非常的惭愧，会觉得像我这样的人，竟然呢还胆敢翻译佛经就想到都觉得很害怕。所以我自己了解到整个翻译过程之后，也对于自己翻译佛经呢，也就特别的有帮助，也特别的所以也想对各位讲一下整个易经的程序和方法。那么一般来说，在这个汉地，这个佛经的翻译呢，是比这个藏地呢开始早的，而不只是早，而且开始早很多。那中国的这个佛经翻译呢，大概是从这个公元1世纪左右就开始了。那么这个藏地呢，这个佛法它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弘扬的呢？那这是有一些不同的说法的。有的说是从腊托拓这个托托拈赞开始的，有这样的一种说法。但是呢，最正确的一个说法，就是从松赞干布王开始的佛教兴起，这是最正确的一种说法。这是因为在桑耶寺的这个石碑上有清楚的有这么一个记载，等等，还有一些这些上面都有记载。
尤其呢，在松赞干布王的时候的佛教兴盛等等。那时候呢，还有在唐代的很多历史当中也记载，在那个时候呢，就有屯民三不扎出现，他创立了这个西藏文字。那由于这个屯民三不扎他创立文字的恩德，那在那个之前是有藏语，但是并没有这个藏文的文字的。那这个文字就不只是当时在这个藏地，你可以说后来这个文字不只是藏地，可以说在像是不丹整个喜马拉雅地区就是吞灭三不扎创立的这个文字，就到现在就所有的这些整个喜马拉雅地区都在使用的文字就是当时吞灭三不扎这个大臣他所创立的文字。由于他创立藏文字的恩德，所以呢，可以说建立了整个翻译佛经的一个基础。因为如果连文字都没有的话，这个佛经也不可能翻译的。再来公元8世纪的时候，那么就从印度引请了净命论师，还有莲花生大师等等大师，同时呢，从这个汉地引请了大乘和尚等人，然后同时建立了桑耶寺。那么当时也就是第一批的藏人出家，同时在桑耶寺就建立了译经院，然后开始这个翻译非常大量的这个佛经到这个藏文。那当时在翻译佛经的时候，是非常的这个仔细的，非常的谨慎的。从梵文翻译过来的时候，那一定要有一位印度的班智达，同时有一位西藏的译师，他们两个人要一起翻译的。同时呢，翻译出来的这个译文还必须要给一位这个校对的人呢，仔细的、谨慎的进行校对。那么直到这个审核通过之后，才可以可以说进行下一步。所以翻译呢不是随随便便的。所以我想，而且当时呢，这个藏地当时跟唐朝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所以我猜想当时在这个进行翻译的时候，就是梵文翻译到藏文的时候，当时这些翻译的过程程序我想应该是有参考跟应用到我下面要提到的当时汉地的这些译经程序和方法。因为当时这个之前可以说在那之前，这个中佛教他们汉地的译经程序和方法都已经非常的可以说成熟了，所以我在猜想，那当时呢应该都有参考使用了当时汉地的那些译经的程序和方法的。但我当然没有办法举出是不是真的有应用到那些汉地的译经的程序和方法，用了哪一些方法我是举不出来的。但是我猜想因为当时这个唐朝跟这个藏地呢是关系很密切，所以在猜想当时在翻译上的时候的一些方式上，可能也是有互相有交流跟有学习到的。那么在当时呢，藏地的这些译师和班智达呢，他们一起翻译，同时呢，他们也共同编辑了
许多的工具书，这个字典，像是收录在丹朱尔当中的翻译名义大集，还有声明要领2卷，还有一本叫法术等等，这样子的3部书籍，可以说都是梵藏文这个的这样子比对的这样子的工具书。尤其呢是在这个声明要领2卷当中呢，里面就提到了，就是如何从梵文到藏文翻译的这个许多的这些规定，里面都有很清楚的提到的一些规定跟规矩，是当时藏王提到的一些规定。那这一部声明要领2卷是什么时候成书的呢？大概是在赤德松赞的时候，它也叫做色那勒净云的时候。那当时呢，他召集了许多的义士和班智达，那个时候而写出的这样一个声明要领2卷的。因为当时书中就有提到这么一句，是在往昔天子复时，所以这句话指的大概就是这一句叫指的就是那个时候所编辑的。再来还有一个叫《丢乌曲琼》，里面这一部书也是有这样子提到的。所以总之呢，这一部声明要领2卷，它大概就是在9世纪的时候完成的。同样呢，在赞普时代，那么有几部目录，一个叫做庞唐马目录，还有叫等伽马目录。那么在庞唐马目录当中呢，是有收录这本声明要领2卷，但是等伽马目录当中是没有收录这一部声明要领2卷的。所以从有没有收录这一部声明要领2卷，那么也就可以推知这2本目录是哪一本先，哪一本后，所以也可以推知出来。当然这还有待研究。那一般来说有几本目录的，那除了这2本目录之外，还有一部呢叫做青普马目录，但是现在青普马目录呢是现在是看不到的，就是现在是找不到这部目录了。那一般来说呢，这些目录当中是记载了非常多翻译了什么佛经，有很多的经名有记载。但是是不是这些目录当中就记载了所有翻译过的目录呢？佛经的名称呢？并不是的。因为呢，它当中呢只是记录了各自的宫殿、各自的地方的目录，譬如说庞唐马就是庞唐马宫殿那个地方里面的收录的佛经的目录而已。然后像等伽马就是等伽马那个宫殿那个地方里面的目录而已。所以这是当代的一些学者研究的一个说法。那么总之呢，有关这个藏地的佛经的翻译的相关的内容之后有机会再说。那么今天主要要讲的是这个汉地的佛经翻译的一些内容，因为主要我们之前有提到唯识30颂那么是玄奘大师他翻译的等等，所以主要要谈到这个中国佛教里面翻译佛经的一些内容。那么在提到这个翻译还有译经的时候那么近代来看，大多数呢都是一个人这个执笔，这是一个人的事情，就是一个人在那里翻译，很少情况是很多人一起合译，这样的情况是比较少的。然而呢，在这个中国古代翻译佛经的时候，
这些的presentation 短图么多。这里呢，好了，那么大家那了，那有收入这有钱个推荐的，看得起来，我自己搞的是那边那么在中国古代翻译佛经，那指的是从这个汉末到这个北宋，所以大概是公元2世纪末到11世纪中这样的时候，大概，所以前后加起来大概900年，900多年的时间。所以这期间呢，有汉朝、隋朝，还有唐朝，还有宋朝。那么今天主要会谈到有汉朝、隋跟唐等等这3个朝代的大概的翻译的一些情况。那么宋朝的翻译情况，大概之后有机会再讲。当然，那位加拿大那位收入这有钱个推运的，让我估计下这个推运这个哪路大这有被收入忙不起，你加拿大就要的是。所以呢，可以看到，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哦，有900年的时间当中，那么他们用的是怎么样一种方法呢？那基本上都是采用一种叫做译场的，就翻译场场所译场的这种方式。那么举例来说，有的时候我们会有这种辩经场啊，这种叫就是所以它有一种叫翻译场这种的方式来做翻译。那这种方式是怎么样的呢？也就是呢，首先有这样一个地方，可能有这样一个场所，然后集合呢一大群人，然后呢大家分工，所以在一个可以说很严格的这样一个分工制度下，然后来从事翻译的工作。所以当时呢，这种一个人自己翻译，或者说2个人这种对译这种的例子呢，其实反而是很少见的。大体呢，推了皮也别那唐伯的汉节了呢，送的那俺没有有这个呢，就在选的。那么几个朝代当中，首先呢，我们就谈到是汉代。那么中国佛教呢，首先我们说汉代的时候，佛教这时候兴起，所以我们看到首先是汉代最早的译场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这样的900年的这个佛经的翻译过程当中呢，那么整个这个译场，它都会有一个这个带领者，一个 leader， 一个带领者。那么几乎呢，全部都是由印度或者由这个西域，就是由这个印度或者西域这个的僧俗来带领的。那所以这里的西域呢，
它指的就是指这个秋资啊、于田啊等等，总之呢，等等这些地方哦，的僧俗来带领，所以有僧众也有俗众等等。所以总之呢，这时候的主要的带领者呢，可以看到都是这些印度或者西域的僧俗。那么，所以这些僧俗呢，都称为叫主义哦。那么，当时呢，中国人当主义的就只有几位，很少，就只有像玄奘还有义净等等少数的几位。而这些其他的大部分的主义哦，都是外国人，而他们呢，大部分都根本是不懂得这个中国的这个语言的，所以当他们在翻译的时候呢，旁边呢，另外都还要有一个传语的这个翻译员，所以呢，他旁边都会有这样一个传语的翻译员，然后把他说的话，不管说他说的是这个印度文也好，印度语也好，或者说是任何西域的语言也好，把他的话呢，这个翻译成汉语。那么讲到这里，我们会想到哦，由一位这个不会说这个不会中国语言的人当主义，这样翻译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因为通常我们说翻译，应该要是会这个中国语言的人当翻译啊，那怎么会有一位不会中国语言的人当主义呢？这样的翻译是怎么进行的呢？所以我们下面接着就比较详细的说明一下这个翻译的过程是怎么样的。那么原来呢，古时候的这个翻译譬如说你要当一个翻译，一个主译，翻译一部佛经，譬如说这部经典它是梵文，你并非只是要认识这个梵文这个外国文字，你就可以从事这项工作的。那现在来说，像很多时候，现在西方人吧，很多时候你只要稍微会一点这个藏语，你马上他们就开始翻译了。那比如说他们大概学了一点点这个藏语、藏文，甚至他们可能学了一点点之后就开始翻译一些经典。我有时候觉得他们真的是还蛮勇敢的。但是你可以看到古代的翻译不是这个样子的，不是说你只要会这个外国文字，你就可以从事这项工作，不是的。而很强调这个译者，他必须对这个所翻译的经典，它的这个哲理，你是必须要很透彻的了解，你是要了解的很透彻的，很甚深的。而且这个人，这个译者必须要精通三藏，也就是经、律、论三藏，他必须精通，而且他要这个熟悉、明练熟悉这个显密二教。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强调精通三藏，这个熟悉显密呢？那么因为在翻译的过程中这个主译呢，这个主要的翻译就是这一在谈都是这个主译
因为在翻译的过程中呢，这个主义它不只是要这个一边的翻译出这个就是翻译这个原文，它同时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呢要对译场中的很多助手要讲解，就是要讲解这个经文中的很多的道理，很多的要旨是什么，他要进行讲解，这是他的另外一个工作。所以呢，这里所谓的这个译场，所以译场的这个场字呢，它所指的呢就是道场。所以道场它的意思就是讲经，或者说是这个做这种法事的这种场所。所以呢，所以译场呢，它就是指说它在翻译用的这样的一个道场。所以呢，他可以说他一边在翻译，一边也在这个讲经说法这样的一个地方，他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在做翻译的这样一个地方。所以这种呢，一边翻同时一边讲的这种方式呢，其实早在汉桓帝的时候，就安世高翻译，他在翻译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那这个安世高呢，他是哪里来的一位僧人呢？高僧呢？他是来自于现在的伊朗的这样一位僧人。那在当时呢，这个伊朗它也是这个佛教的国家吧。那总之，他是从这个那里来的一位这个高僧，但是呢，据说他到底是一位僧人还是在家人，这还是不是很清楚哦。总之呢，他是从这个安息国，就现在的伊朗来的一位这个一个高僧哦。总之，他翻译了这《因持入经》哦。总之呢，他在翻译那部经的时候，所以总之，他这种一边翻一边讲的方式哦，就是在这个不好意思，是汉桓帝的时候哦，这个安世高他就翻译了这个《因持入经》，就已经开始用这种方式了。那么不仅是这样子，当时的这个主译哦，他在讲解这个经典的时候，当时的这些助手他们还有权利呢，可以向这个主译呢提出这种质问跟发难，他们可以尽力的这个尽情的发问、质问。甚至呢，他们呢还可以这个不同意这个主义的这个见解，他们还可以挑战甚至反驳这个主义他的说法、他的见解。总之呢，这里这个助手他是要跟这个主义去辩论的。他是可以反驳他的。总之呢，他们互相之间是要这样子问答的。举个例子来说，在中国佛教当中很著名的译师当中，其中一位出名的就是这个鸠摩罗什
他翻译了这个大品经，还有这个诚实论的时候，他就跟当时的这个助手啊，有好几番的这个争论跟问答。就好几次的、好几番的这种争论跟问答。另外呢，还有一位叫这个谭无灿，他在这个翻译这个涅盘经的时候，这个藏文的涅盘经呢，其实就是从中文的涅盘经翻译过来的，这是由当时的藏族译师叫管法成的，他从中文翻译到藏文的。那总之呢，这个中文的涅盘经当时就是由谭无灿呢从梵文翻成中文的时候，他在翻译的时候呢，甚至遇到了一个情况啊，就是有这里经文说叫道俗数百人，疑难纵横。总之有数百人的道俗呢，就是向他这个发问，然后结果呢，颤灵机事至哦，就是结果让他呢连就是临场就是总之就是说都卡住了，他都没办法再翻译了，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些都是一些例子哦，就是说这个主义哦，它也必须是一个要是能够一边翻译而能够一边讲解的这样的一位大师。所以呢，如果这个主义他没有办法全部了解这个经文中的这些义理，那么他没有办法这个可以说很有把握的来解答众人的疑惑，那么他就很有可能被人这种辩倒。那举个例子来说，在这个5世纪的时候，有一位来自这个河西的一个僧人，他叫做道泰。当他在翻译这个《大丈夫论》，还有一个叫《入大乘论》他翻译了这2部论，但是呢，他却不敢翻译这个《大毗婆沙论》。바지 데리 가서 상계 부도 다모서 바지 상계 가리나다 상계 고세이나 상계 상고이나 간다 드리지기 로변지 야가래야 야나를 페브레스 那么之后呢，有一位僧人啊，从印度来的僧人叫做佛陀跋摩，到了之后呢，道泰呢才请他呢来做这个主译。然后这个道泰他才跟其他的300人呢，就当他的助手，然后他们才一起完成了这个大毗婆沙论的这个翻译的工作。所以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他自己道泰这个僧人，他是一位译师。你看他有翻译过《大丈夫论》《入大乘论》，那他为什么不敢翻译《大毗婆沙论》呢？他之所以会这样子，就是因为他对于前2部论他是完全的通透了解的，但是他对后者就是《大毗婆沙论》的内容呢，他没有透彻了解，所以他不敢翻译。所以他就请这个佛陀跋摩来当主译。那么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可能会有，就是翻译的时候为什么要讲经呢？
而且为什么还要这个辩论呢？不就是翻译就好了吗？那为什么还要这个辩论呢？为什么还要讲经？为什么还要辩论呢？这是有原因的。因为呢，佛教呢，将这个讲经呢视为我们说这个一个法师他的一个可以说一个职责吧，一个天职。因为就是我们要将这个经典里面的道理要跟大众来讲说，要消除我们说人们内心中的痛苦。那这部分就不用多说，所以这是我们的职责。那再来，为什么要辩论呢？那这也是因为从古代印度就有的一种方式，讲经的方式。因为在过去印度说法的一个方式，就是透过问答的方式来讲法的。举例来说，过去呢，佛陀在讲这个安般守义经的时候，那这里面就有提到呢，这里面就有记载，就是佛陀呢说法的时候，当时弟子们就没有人能够提出问题。其实我们看到很多佛经当中呢，你会看到都是这种问答的方式。很多时候不是舍利佛尊者问问题，不然就是文殊菩萨站起来就问佛陀问题等等，然后佛陀来回答。但是在这部经典当中呢，你会看到没有弟子提出任何的问题。这时候佛陀没办法，佛陀就只好自己呢化作这个两个身体，就有一个化身来发问，另一个化身来回答，所以就两个化身就互相来问答，来辩论。然后呢，就让弟子们呢就去更了解这个佛教的道理。所以从这一部经典当中也可以看到，这种说法方式是很早就有的一种方法。但现在你可以看到很多讲经说法的方式呢，都是这个讲经的人一直在讲，但下面的人都没有什么问题。但西方很多时候都是比较现代的方式，都是大家会提问了。但同样，你看过去印度佛陀说法也都是问答的。总之呢，佛法你可以看到它最早就是从印度东传到这个汉地的，所以当时呢，这种讲经的方式也被传到了这个汉地。所以前面我们刚刚谈到这位安世高，他在翻译这个因持入经的时候，他就用了这种讲经的方式。所以呢，当他在翻译或者说在讲经的时候，他也就是用这种可以说问答的方式按照这种传统的方式在弘法，在这个讲法。那边去他妈的讲哪了？他会搞了呀？这吃人钱，这把牙的开什么钱的？看上搞的那边送了的走。那个时候呢，这种方式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这种问答的方式，因为那个时候呢，佛经本身它不是中文，
它不是梵文，要不就是这个西域的文字写成的，所以在中国是很少有人能够看懂的。好了，但这里还是女人的，这里女啥呢？安世高是啊，这个价格也会听多，价格也而会这位安世高呢，他的这个汉语是很好的，所以呢，他就可以用这个汉语来讲解，所以当时的这个中国人都能够听明白。好，那这里我们就讲到这里，先休息20分钟。但是我们学的刚才那安世高是啊，这个就是啥呢？那么接着我们就谈到刚刚说到这位安世高，他这个中文说得很好，所以呢，他会用汉语来讲解，所以听众当中呢，就有人就将他口译的这些每一句的经文呢，都笔记下来。那么这样呢，就自然的整理出一部汉文的译本。那么这样就有了这个汉文的这个译本之后呢，那么大家就能够有这个研读的这样子的汉文译本了。那么之后呢，到了汉灵帝的这个时期，那么又有这个支娄迦谦，还有安玄这样的二师，他们呢二位也都通晓这个汉语，所以他们呢也从事了一些佛经的翻译的工作。那么这时候翻译还有讲法这样同时进行的这样的风气就渐渐的展开了。那么当时呢，就算是一些也还是会有一些不通这些汉语的这些外国的法师，他们也会来到这个汉地，来到这个中国，所以他们呢也会通过这些传语，也就是翻译师，然后来讲解这个梵本的经典。比如说呢，有这个硕佛，这个叫竺硕佛，他翻译了一部叫《波州三昧经》。像当他翻译的时候，当时呢就有一位传语，当时就是由这个支娄迦谦为他当这个传语的。那这是大概是最早的一个案例，就是最早的是一个案例，就是这样一个由印度的这个僧人他来讲解，然后通过这个传语来翻译来讲解易经的这样一个案例。那么从这样之后，那么从西域来的僧人呢，就算是他不会这个汉语，他也能够在这个中土
来讲经，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传语翻译来讲经、译经。那么慢慢的呢，这些华人们也借着这样的一个讲经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这样的译经的方式翻译出更多完整的这些佛典，所以慢慢的就建立了这样子可以说绵延了900年的这样子的译场的一个制度。所以这里就讲到，这里翻译的方式就是翻译和讲经说法是同时进行的。那么这样子的译讲同施，就是同时这样子施行的这样一个翻译，这样的一个方式，它有什么优点呢？那最显著的有2点。但是你电脑是 CV 呢？里边恰的你要的是里边恰你的还在啥呢？打仗不得。那么2点，第一个呢就是那么第一个优点是什么呢？就是首先，因为佛教的这个思想，它首先这个是中国是没有的，它是一个印度的一个思想，所以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个新的思想，而且这个梵文和汉文它的文字系统又是截然不同的。比如说梵文，它是一个拼音的文字，像是藏文，还有英文也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这就直接这个造成了这个2大翻译的这个难点。那么第一个是名相的翻译，那么第2个难点是什么呢？就是梵文上呢，它有很多这种细微的含义上的一些正解，就是到底比如说中文要用什么样的字来表达这样子细微的一些含义。所以为了解决这样子2项这样的难点，所以在翻译的时候，先要经过一番的讲解，还有这些辩论，然后大家要这种集思广益的把这些名相，然后还有当中的这些伪意都弄明白了，搞清楚了。然后这样做之后有什么好处呢？好处就是翻译成汉文之后的这些经文呢，它就会更接近这个原本，而且更细致、更准确。如果没有经过这样子的这种努力的话，就只是很随便的这样翻译过去的话，
那可能他就会意思就偏离了。유리기 책디 주기 된토요 만 되면 되게 니수 용으로 와 되지 다들의 교생님한테 가라서 那么再来第二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这种翻译跟讲解同时进行的翻译的好处是什么呢？那么因为翻译的时候有讲说，他也有辩论，这样子呢，就对于在场的那些听讲的人呢，他就等于上了课是一样的。因为呢，这个主译的人呢，他会对于每一个字句都会做解说、做解释。那各位可能没有翻译过，像我有翻译过，我对于每一个字都会要很小心的去翻译，去斟酌。像平时不是翻译的时候，自己去阅读的话，像一个字不理解，可能就算了。但是当你在做翻译的时候，每一个字你都如果不懂，你是没办法跳过去的，因为你必须要翻译出来，所以你都必须要搞懂，所以那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你必须要解释的出来，必须要翻译的出来。所以这时候你也需要有很多的不同的这个版本。所以如果你有不同的版本来做比对的话，那你就可能知道哦，原来我手中拿到的这个版本它可能是这个有错误的，所以原来这个其他版本是对的，等等。所以总之呢，要对于每一个字句都必须搞懂，要能够解释得通，所以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这个一个主译他在做翻译，同时他也会要做解说，他从头到尾要做解说。所以对于在场的这些听课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慢慢的，进而呢，所有听课的人，他们也就成为了这个讲经的法师，未来讲经的一个法师。所以因此呢，所以在印度的僧人呢，开这个译场讲解易经之后，通常第一批呢，这个根据第一批根据这个汉文译本再来讲经的，通常呢都是当时译场的这些弟子。举例来说，在讲这个不退转法轮经的，有一位叫做法称的这个僧人，他就是当时的主译，叫做竺法护，他的助手。所以就是当时这个主译竺法护，他在这个翻译主译这个不退转法轮经，在主译然后在讲解这部经典的时候，这个法称他就是当时的听众，所以之后他就成为了讲解这部经典的人，第一批讲解这个经典的人。同样，后来在讲解这个涅盘经的智松，他也是这个主译叫谭无忏的这个助手。所以换句话说，这是凡是来参加过这个译场的人呢，他都可以成为
这个佛法的这个宣传的人或者讲说的人，因为这个主义它是每个字每个句，每字它都要去这样讲解的，它真的是恩德很大的，它必须要讲得很清楚嘛。所以所有的当时与会的参加议场的人，他都可以都可以听得很清楚，后来也都可以成为佛法的宣传人、讲说人。所以这可以说是一个一举两得的一个制度。所以为什么说叫一举两得呢？因为这样的议场，它不只是说翻译出这样，可以说翻译出这个经典，而且也能够培养出之后能够说法的人。那这些说法的人，他们也能够听闻到法，可能对他们的修持也有帮助。那进而他们之后也能够成为宣传讲说法的人等等。所以可以说是一举多得、一举两得这样的一个制度。那么再来是再提到第二个部分，第二点叫隋朝。隋朝这个时候的翻译的部分，当时的情况就是用演讲讨论会的方式的议场，当时是100千人参加的这种议场。那么这个中国这个是一直改朝换代的。那么总之呢，在隋朝呢以前呢，这个中国呢有300多年，它并没有统一它是处于一种分裂的状态的。那个分裂的状态呢，它是称为叫做魏晋南北朝这样的一个时代。那总之那个时候是有许多分裂的状态，有很多的朝代。然而呢，在这个时候，中国的南方、北方呢，那各个地方有许多的这个议场。那在这些议场当中，通常呢都有几百乃至几千人参加。当时呢，最出名的这个主义，有一位，他就是鸠摩罗什。那么当时他的助手有几位呢？就有3000位。就在他的议场当中，他的助手有3000位，就好像我们现在冬季辩经法会里面有1000多人嘛，1300多人嘛，可以说有3倍更多。他的助手就有3000人，这么多人呢，可以说挤在一起。那他们的工作是怎么分配的呢？다 젤라야 렌디 컨디시 제스나 다 숭럽 유에 qab래 미진데 망모 종과에 김선 가라 다 담응에 가서 대삼당 진짜 미진데 망모 종과에 김선 가라사나 숭럽 유에 qab라 이 유르 체가 좀더 마세베 由于在易经的时候，那么这个主义呢，它又要翻译，而且也要讲法。那么这时候，这些佛弟子、中国的僧俗这些弟子，他们为了要听闻这样一部新的经典或者论点，也就是新传入的这些佛教的道理他们所以来到这个议场的参与者，常常会有几千、几百人，
那这当然也跟这个主义的人呢，主义者他的声望是有关的。所以声望很高的主义者，当然参与的人就非常多。那当鸠摩罗什呢，他在关中的时候，就有徒众有3000人。那这当中呢，有不少是从当时这个分裂的这个中国的各地而来的这些徒众。那因为这个鸠摩罗什他的名气非常大，而且他精通三藏，所以呢，非常多这个想要闻法的人呢，就来到他这里听法。所以呢，在他的这个议场当中就有3000人，而其他的议场的徒众当中呢，人也不少。比如说呢，在河西的这个昙无忏，他的议场当中也有500人，还有在江东的这个求那跋陀罗也有700多人，他的议场。再来在洛阳这个菩提流支，他那里也有1000多人。所以总之呢，当时在中国不论南北各地的这些议场当中啊，你可以看到无论你到哪一个议场，你都可以看到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些都是这样子的一个盛况。但这里我们可能又有一个问题哦，有这么多的人在议场当中，这么多的这些听众，他们对这个易经翻译经典到底有什么帮助呢？他们除了像这个主要的翻译他询问这些提问经典的含义之外，他有没有其他的任务呢？那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从这个翻译场上他的这个讲经的方式，还有这个记录的这个方式，还有这些工作上，我们来讲解一下。所以在议场上呢，首先这主要是很多这些不懂外文的这些华人，主要是针对他们要讲解梵文，还有西域的文字，为他们讲解这些佛经。所以要怎么为他们讲解这些佛经呢？讲解这些梵文或西域文字的佛经呢？所以这个主译他要怎么做呢？所以通常呢，这个主译他会先将这个经文用原文的这个语言呢来诵读一次。然后呢，我举个例子吧，大概是这样子。比如说心经吧，大概是这样念一次，不是大概念这个梵文，这样念一次。然后呢，다들 다다로디네 시럽이 버릇이 민보 세세 고시야 답대 버릇도와
갑 디디 사는 바지 다 然后呢再来口译成这个汉语。 신도마 저시 견나가 맨로 삼천 다갑 디디산 로자와 첨부되기 로자와 조되기 자기 신기原来的 그런 那么 것만 当时的这个主译呢，他如果不懂这个汉语的话，那么就由这个传语他来负责这个口译。 那么接着再由另外一位弟子，他在专门负责这个笔记下来。那当时当然没有这种这个录音带这个录音，所以再有一个弟子负责笔记。那这个记录的人就称为叫做笔受。 那么这个笔受他的任务呢，就是根据这个主译，或者是这个传语它的翻译。所以主译如果会汉语的话，那就是主译；不会汉语就是传语它的翻译。然后呢，一字一句的这个记录下来。 那么在笔受记录之后，那么这样就完成了所有的翻译了吗？并不是的。那么在笔受记录之后，那这只是完成了第一步，这只是开始而已。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里记录下来的，这里翻译出的记录下来的这个每句的经文，还要接着要经过主译的讲解。 那么在主译的讲解完之后，然后接着还要接受这个听众的这个发问，不只是发问，有的是还有他们的这个辩难。那么一直到在场的人不再有任何的疑问了，然后才能够写定，才能够确定说哦，这个中文的翻译就是这个样子了。再举个例子来说，在陈朝的这个真谛，在这个翻译这个唯识学的这个论点的时候，那么去年课程也有提到这位真谛，那么在在藏文的一些经典当中也有提到他。总之呢，在真谛呢翻译的唯识学的各种论的时候，就有提到一句话，在他的各种论时呢，翻译他在真谛在翻译唯识学的各种论的时候，他就是用一种方式，就是什么呢？
就是依据当中它是循环的，不断的辩论，然后翻译这样的方式，不循环变异。那么直到最后，可以说翻译还有法译两方面都可以说完成圆满，然后敲定，然后才能够定稿。所以按照上面的说法哦，所以听起来好像这个助手当中哦，所以除了这个传语，还有这个比寿，好像有实际的这个任务之外，那么其他刚刚说还有好几千人都在，那几百几千人好像都没什么事做，都不起作用，都好像只是一个陪衬，都不起作用。那其实不是这样的，他们呢，其实作用是很重要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主义呢，当他在这个口译经文的时候，那无论是他会汉语就直接说出来，或者是透过这个传语，总之在他解释说的时候，虽然有这个比寿作为专门这个负责记录的人，但是不仅仅是这个比寿一个人在做记录，所有其他的几百几千人这些听众，他们呢也都会做这个笔记，而这些所有其他听众的这个笔记，也对呢这个译文最后的这些写定呢，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最后可以说会收集会参考很多其他人这些笔记哦，然后来做最后的这个译文的一个写定。다가는 신기 다 참에 계세래 리자람 누쇼 同时呢，还有一点，这里有一个情况，就是梵文还有汉文的这个文字系统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呢，当这些经论在翻译成汉文的时候，它所使用的这个词句到底是不是适当？就是这个字，梵文和汉文到底是不是适当？这样子的对应是不是适当？如果这个主译他懂汉文的话，那当然他就可以指正。但如果这个主译他不懂汉文的话，那当然他就没办法说什么，我没办法指正。那就算是他懂这个中文，但毕竟这不是他的母语，他也未必能够充分的可以说把握这个汉字的一种运用。举个例子来说，譬如说好了，这个鸠摩罗什，当他在翻译《妙法莲华经》的时候，他当时呢就拿着这个竺法护翻译的这个《正法华经》来做这个参考。所以当时呢，这里面
第5卷啊，叫《受爵品》当中就有一句话，所以当时这个主法护他已经先翻译了《正法华经》嘛，鸠摩罗什就想新翻译，就成为《妙法莲华经》。总之，里面有一句话，法护他翻译是什么呢？总之呢，法护当时翻译成呢是什么呢？叫做天上世间，世间得见天上，天人世人往来交接。那么有这样的一句话，那么鸠摩罗什就看到了这样的翻译，他就觉得说，的确这样是保存了这个梵文原来的意思，但是呢，他觉得这个是不够典雅，他就觉得呢，应该还是要这个修润，就是要这个改得好一些。所以当时呢，他的一个助手叫做这个，他的就有一个助手，那个助手叫做森瑞。这个森瑞呢，他就提议说要改译一下，改译呢就更精简、更漂亮的文字，叫做天人交接，两德相见，就改成这个样子。所以意思还是差不多，而且改成更好的这样的文字。所以鸠摩罗什就很开心，就很欢喜的就接受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例子哦，就已经是这么著名的，甚至说是精通中文的鸠摩罗什这样一位主译哦，主要的翻译，他都是这个样子了，就是他的助手森瑞提议要这样子改译了，那他都接受要这样子改，那其他人就更不必说了。所以这是我个人也有一个经验，譬如说在翻译一些名词的时候，当我一个人在那想的时候，很多时候真的想不出来，想破头也想不出来。但有的时候3、4个人一起的时候，就是会有多一些想法出来，集思广益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人就会多出一些想法。再来呢，第2点是什么呢？尤其在这个佛学，还有这个佛学还有哲学的这些名词哦，佛学或者哲学的这些名词是最难翻译的。在中国古代，在翻译佛经的时候，就有一个原则哦，就是梵文的这个字哦，不论它是属于这个多音节或者是单音节，只要它是一个字，那它就要按照原来音节来找这个汉字来配合。它的字义就只能用一个汉字来表达。举例来说，菩提，它就翻译为这个觉。它就用这样一个字来表达。比如说达摩，它是2个音节，它就翻译为这个法，这样一个字来表达。那么如果要是呢，这个
没有办法用一个汉字翻译出来的，那么才用2个字以上来表达。举例来说，求纳就是姑纳，那么就翻译成这个功德。还有譬如说势力，那它就翻译成这个吉祥，就2个字。所以因此呢，那么在翻译这个名相的时候，在使用什么样的汉字，使用每一个汉字都要很谨慎的去挑选，而且要用这个训诂学的这样的一种知识去挑选。다급디디사는 계획이 다들 튜브고는 타니에든지 배주 당연히 디 타니에디기 리자르기 깨래 리자르기 而那些呢，可以说这些可以说经过了这个训诂学这个选用的这些汉字它必须要能够暗示出这个名相所含的这些为意所以这些佛家的名相不能按照字面去了解的。比如说这个无漏，这也是一个笑话举例来说，无漏它只说是就是断了烦恼和欲望的意思，叫无漏。但很多时候这些名相不能按照字面去了解的，不然会闹笑话。不然无漏有时候字面意思去了解就是没有露出来但其实真正无漏它佛法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断了烦恼跟欲望。但是如果误解就是闹笑话了。所以当时呢，在唐朝有一个僧人，他就被称为叫做无漏师、无漏法师、无漏师。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呢，他从来不说他的名字是什么，就是别人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总是不说他的名字什么，就是无，所以他被称为叫无漏。再来还有就是他从来不上厕所，就是大家从来很少看到他上厕所，所以呢，所以大家就笑他说他吃了东西之后都不会不漏，就无漏，所以就说他只进不出不漏，所以就给了他名字叫无漏。세상 난주의 타니에도 이 신다던 규리운드산에 고란디 가삼 식수로 잠시 전 가르 식수로 잠시 감땡도사 대치 보면 뒤 난된 가르 이마데 딱 와야 계시면서도 우망행예지 권유예 以前呢，我也听过一个例子，在西方，他翻译这个修行七要，就是把这些恶兆当成是福气，他就找了这个字典，最简单就找字典嘛，不懂的词就找字典，就找这个恶兆。就丁烟就是恶兆，
央读连，再找央，就找了央，就找了这个央。因为央它有个意思，就是指那个这个山谷，它的意思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把恶兆要丢到这个山谷里，他就这样理解，他就翻译成要把恶兆丢到山谷里，所以这个央，它就翻译成为这个山谷了。所以总之呢，翻译的时候，这个笔受就记录的人呢，他当然要很好的掌握这个主义，他对于这个经典的这些解释，他就是自己要很小心的记录之外，他也要集合这个其他听众，就是其他那些译场的那些助手，这些这个成千上百的这些其他译场当中助手的这些笔记作为参考，然后再来选择适当的字眼来作为这个记录等等。然后这是佛经在这样子译出来之后呢，还需要再经过这个跟原文一个校勘呢，才能够成为定本。这个校勘是需要很认真的。举例来说，有位叫佛陀跋陀罗，他在东晋的元熙2年，就是420年6月，他翻译完这个《华严经》，但是呢，校勘的工作一直到刘宋的永初2年，就是公元的421年12月才完成。所以总之呢，是费时了1年半才完成。所以校勘工作可以说就花了1年半，甚至更久的、更甚的是什么呢？就是鸠摩罗什呢，他在后秦弘始4年402年的时候，他翻译出一个叫《禅经》，然后到6年后，就是到407年的时候，他又将这部经典呢重新的校阅一番，又花了6年的时间，又将它校阅。所以又跟原文这样的比对校勘呢，这样的一个如此慎重，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为了要讲经而做。举例来说，这个真谛他在563年的时候，他翻译出《阿毗达摩俱舍论》，他的弟子们呢，在隔年，他的弟子们要求他呢重新翻译一次，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的弟子们，他们拿到了
当时的译本，然后在讲说的时候，就遇到了他们讲不通的一些地方，所以他们就发现了，在之前的那个译本有一些地方翻译的不够完善，所以他就请求呢，这个真谛能够再一次的做这个校筹，就是再一次做这个校对。那第一节了呀，随党孙伯的随的汤给推了，不是的。然后再来呢，第三个是隋唐时代，然后再来就是唐朝，就是玄奘大师就是唐朝的人。那这个时候呢，他主要的方式是专家研究集会的。那么这时候的议场是只有20-30人的这样的议场。那在续高僧传这里面有一段呢，就提到说，在过去扶摇两代呢，翻经的学士有3000，然后经大唐的艺人呢不过20，有这样子的一段记载。那这一段的意思是说什么呢？就是到了隋唐时代呢，这时候中国呢又再次的统一。在那个之前，很多交通是有限制的，但是由于再次统一，所以很多交通的限制呢也就没有了，也就更加的方便。那照理来说，交通方便了，那么应该是有这个更多人参加议场的，但实际上，议场的人数结果并没有变多，而人数却经常是只有20人左右。甚至呢，这个我们会说，这个易经有上千卷的这个玄奘大师，他翻译这么多经典的这样子的玄奘大师，那么他所这个领导的这个议场呢，也不例外哦，也只有20多人。那为什么说之前的议场人那么多，到了隋唐这个时候，应该人很多的时候，反而人数是锐减了？为什么？那么，甚至我们可以来做一个比较。这个鸠摩罗什呢，他翻译了300卷，他的助手有3000人。那么玄奘大师他翻译了上千卷，但他的助手只有这个20个人。所以根据这个《慈恩传》的一个记载哦，这里有2件事呢，这个值得注意的。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到了隋唐的时候，就当时的这个议场啊，它是有设这个守卫的，有设这个保安的，有设这个守卫的。这个可不是这个私人的这个
保安守卫，而是当时这个朝廷设的这个守卫。所以翻译的时候是禁绝这个闲杂人等这个接近的。所以不像是在前朝的时候呢，是议场是所有人都可以进去的。再来第二个特点是，驻守呢仅有23人。那这里面分工不同的人，这里面就不细说了。而这里面的驻守可不是随便的人，全部呢都是来自全国各大寺院的这些大德，而且都可以说是精英，这些所以这两件事，就是唐玄奘大师的这样的一个传记里面的记载就《慈人传》里面这里面记载，这两件事就跟以前议场比起来，就差别就非常的大了。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这个转变呢？那么首先我们看到隋朝以前的这样的议场，它是集合了几千几百人集合在一起，这样的做笔记。这样子呢，它是有好处的，是有优点的。那这么做的原因呢，主要是什么呢？是因为通晓梵文的人呢是很少的。但是呢，随着之后这个易经事业的发展，那么大家对于梵文的知识也慢慢推广之后，大家梵文的知识也越来越提高，所以这种方式其实也就缺少了它的可以说必要性。再来呢，这种议场它其实也有一个弊端，就是这么多人成千上百的个人聚在一起，大家都可以提问，结果呢，这个主议他就必须都要答复。但是这么多人的提问，那每个人的怎么说呢？大家的这个学识，这个可以说大家的学识、大家的见解、这个根器，大家的这个总之情况高低都根器高低都是不等的，所以大家提出的这个可以说问题呢，也都不一定是重要的问题。所以如果再遇上的是这个主议又不会汉语的话，那这样的情况，那这个还要在这个还要通过传语的话，那这个传语它的负担可大了。所以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可以说就耽误了非常多的时间了，就会耽误在很多无谓的这种争论当中。那更进一步来讲，那时候的这种议场变成是这样一个大众的集会，所以基本上来说，所有的参与者他都是来这个听闻佛法的这样的弟子，但是难免呢，还是有一些这种叫做不孝之徒，可以说混杂在里面。而且再加上这个通常这样一个议场，它都是由这个帝王来资助的，因为他们会认为
帝王会认为这个异常是这种叫布施，然后是他们能够增长福德的这样布施的，对他们是这样一个善举。所以呢，他们都会供养这些所有在场的人。这样一来呢，所以就不能保证呢，这些听众中就会有一些人来趁机是要来这个想混吃混喝的，来捣乱的人。所以据这个高僧传当中就有记载，当时呢就有一位叫做僧印的高僧，他在讲经的时候就被这个听众嘲弄，就被发问，被发各种乱七八糟的问题被嘲弄。所以他讲经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记载。所以讲经跟译经的方式差不多相同。所以虽然译经的历史上文献上并没有记载说有这样子的嘲弄这种主义这样子的记载，但不代表没有发生过，所以还是有这样的可能性的。所以由于以上的这些原因，这种很多人呢，千百位聚集参与者的这种的方式，就慢慢被淘汰了，就慢慢的转向为这种精选助手的这种方式来发展。那这种精选助手是怎么选出来的呢？是谁来选的呢？在东晋以后呢，那么就有一种管理这种天下这种僧尼的这种官。那这里用了一个词叫天下总之是就像藏文里面有时候也会说叫做地上所以同样会说地上都听我的这个指令所以同样在当时就是管理天下总之用这样的词总之呢，管理天下的僧尼的官呢叫做僧正。那么后来呢，另外还有这个僧统、沙门统，还有等等僧路等等这些名称。所以总之当时的这些翻译的这个助手呢，这是由他们来选择。那么选拔的这个原则呢，它是有什么呢？那么主要有两个部分，一个呢是佛学的这个修养必须具备，第二个部分呢是儒学的专长也是必须具备的。所以换句话说，可以说是出世间还有世间的学问都是必须要具备的。举个例子来说，
这个唐朝初年的时候，这个西域的一个僧人叫做波婆，那么他的一个助手叫做慧仪，那么他呢，特别是文笔非常的好，而且呢，他对论是非常有研究，所以呢，他就被推举为这个翻译论这方面的这个笔授。还有特别像玄奘大师的助手当中，有一个工作叫做正义。那正义的工作呢，特别是在这个义理方面要去做这个校正的，要去做这个校正的。总之呢，这里有位僧侣叫做灵润。总之呢，这位叫灵润的这个僧人呢，他在还没有进入义场之前，他就本身是一位精通义理，而且非常善于这个讲经的人。然后再来玄奘的一位助手，还有一个工作叫坠文。那这个工作就是由叫做道宣这位大师他来负责。他本身就著作非常多的这个著作，譬如说像他就写了《续高僧传》《大唐内典录》还有《广弘明集》这些书籍。甚至他本身他叫做道宣律师，所以他本身就是律宗的一位祖师。他就是玄奘的助手当中这个负责坠文的这样的一位大师。再来负责这个自学的，就是文字学的这样的一个助手叫做玄印。他本身就撰写了这个一切经、一切音译，所以他的文字学、训诂学可是非常的专精的，所以可能是中国佛教历史上最有名的这样一位文字训诂的这样的人。所以你可以看到，参与的这个人数当中，虽然人很少，但是呢，都是各方的专家，而且都是大师当中的这个大师，所以可以说，这些义场里面，自然就成为了这种各大专家的一个集会，所以就跟之前前朝的那样子的成千上百的人聚集在一起是很不一样的。那我想今天大概就讲到这里。那么希望今天讲的这些内容对各位有一些帮助。内容是有一些复杂，但我想一定是有帮助的。后面内容还蛮多，那我想就不多说了。那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